大家好，我係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陳錦常博士，今日會為大家介紹下我哋學校嘅辦學特色。首先，我哋嘅校董會主席係葉國華教授，校監係楊耀忠太平紳士。首先，我會介紹我哋香島教育機構，我哋係香港嘅歷史悠久愛國學校。80年前抗日戰爭結束之後，為咗迎接新中國嘅誕生，前輩就克服種種嘅困難，喺香港開辦咗香島中學啦，為中國培養人才。所以一直以嚟，香島中學都係旗幟鮮明咁喺香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。嚟緊，我哋會以立德樹人作為我哋嘅根本任務，持守專業，以學生嘅福祉為我哋最優先嘅考慮。等我介紹下我自己先。我係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嘅，然後我就直接喺香港大學修讀我嘅哲學博士，跟住我就加入咗天水圍香島中學工作，然後持續進修，分別修讀咗教育文憑同埋教育碩士。喺未出任做校長之前，我已經喺教育局同埋考評局擔任唔少嘅公職。而家我係學術評審局嘅專家委員、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嘅委員同埋上訴委員會嘅委員，擔任不同嘅公職都係為咗讓我哋嘅同學有更加多嘅社會資源。天水圍香島中學致力培養香島人。香島人有啲咩特質呢？包括咗愛國愛港愛家、承傳中華美德同埋追求終身學習。愛國愛港愛家方面，我哋經常會帶同學去出席唔同嘅活動，包括去參觀駐香港部隊展覽中心。解放軍山東艦編隊訪港嘅時候，我哋更加有幸獲邀登上呢個山東艦參觀。喺承傳中華美德方面，我哋鼓勵同學身體力行，每年嘅敬老護老愛心券義賣活動都係十分之受同學嘅歡迎。另外，我哋已經連續10年獲得教育局嘅邀請，向全港嘅同工展示我哋喺推行品德教育嘅成就。學校係學習嘅地方，我哋希望我哋嘅同學喜愛閱讀，享受學習，能夠成為追求終身嘅學習者。我哋由參與機械人比賽，去到我哋本校自己主辦機械人比賽。另外，我哋亦都會帶同學去一啲好難得嘅機會，例如沈括湖嘅科考船到港嘅時候，我哋係第一間中學能夠登船參觀嘅。全港嘅學校都會根據教育局嘅學會學習2+去推行教育，目的就係要培養學生終身學習同埋自主學習嘅能力，並且促進學生嘅全人發展。咁我哋學校又有啲乜嘢嘅特色呢？我會從3方面去跟大家分享。我哋學校獨創咗一個叫做 BEE 嘅英語教育理念。第一個 B 係 Bespoke Learning Assessment System， 我哋嘅教材同埋試卷都係分層嘅，而照顧學生嘅學習需要。第二個 E 係 Experimental Learning， 以體驗式學習，讓學生明白學習英語係生活嘅一部分。第三個 E 係 Enhanced Learning Environment， 豐富嘅英語環境，令到學生以沉浸式去學習英語。BEEB 中文係蜜蜂，我哋希望以形象化話俾同學聽，學習英語必須要好勤勞先至有成果。另外，我哋有一連串唔同嘅活動，我哋將佢串連起嚟，叫做 We Love English， 希望同學都喜愛學習英語。初中年級，我哋每一級都有2班嘅英文班，都係為咗照顧學生唔同嘅需要。第二個特色係分層評估，數學科同埋英文科，我哋都提供唔同程度嘅試卷俾學生去選擇，等學生按自己嘅能力去選擇合適自己嘅試卷，目的都係想照顧學生嘅學習多樣性。第3個特色係喺我哋高中嘅時候提供2個選修科或者3個選修科嘅組合，等同學可以選擇。
另外，我哋亦都開設多個高中嘅選修科目，包括咗旅遊與款待啦、會計科啦、體育嘅 DSE 課程，仲有數學延伸1同埋2，提供多樣化嘅選擇俾學生，等學生可以按自己嘅興趣同能力去選擇。並且我哋提供多個科目都可以以英語去授課同埋去考試。另外，我哋有2個特色嘅校本課程，包括咗初中嘅中國情鄉土心，以心係家國為我哋主要嘅推行理念，有系統咁樣去推行愛國主義教育。第2個係高中嘅初創企業及創新精神嘅課程，我哋以設計思維去推行呢個課程，讓學生學會解決社會嘅痛點，並且有機會展示佢哋嘅學習成果。另外，我哋有多元化嘅 STEAM 課程去照顧唔同學生嘅興趣。我哋推行 STEAM 教育，以 STEAM for All、STEAM for Elite 同埋 STEAM for Fun 嘅理念去推行嘅。另外，我哋亦都有摘星計劃去培養一啲嘅尖子學生，分別有香苗基金、各科嘅精英拔尖計劃，提供摘星秘笈同埋師友計劃，陪伴我哋嘅尖子成長學習。每年我哋都會舉辦唔同嘅交流團，包括咗中1嘅軍訓啦，中2我哋會去廣東省，中3、4我哋會去到湖南、湖北、上海、貴州等地。並且我哋亦都會去到外國交流，包括咗每年嘅英國遊學團啦，去到冰島交流添。不得不提嘅係我哋嘅學生成就，每年嘅 DSE 成績經過老師同埋學生嘅努力底下，成績飛躍。今年中文、數學、企會才、資通科都有同學考獲5星嘅成績。另外，中文、數學延伸2、中史、經濟、歷史、生物化學亦都有同學考獲5嘅成績。學校重視拔尖嘅工作，希望同學能夠升讀心儀嘅大學。每年我哋都有同學升讀唔同嘅大學，包括咗去年嘅清華大學啦。今年我哋亦都有幾位同學係升讀去中文大學、科技大學同埋城市大學。另外，由於我哋係傳統愛國學校，所以有一啲嘅獎學金同埋培優計劃都係我哋學校獨有嘅，包括係招商局啦、華夏教育機構啦、廣東社團聯會等等。我哋學校會舉辦唔同嘅活動，同埋推動同學參加唔同嘅比賽。其中舞蹈啦啦隊今年能夠成為全運會劍擊比賽嘅暖場表演嘉賓。跳繩隊、中國鼓隊同埋舞蹈團一向都係我哋學校嘅拳頭產品。另外喺 STEM 嘅比賽、其他創科嘅比賽，我哋經常都獲得唔錯嘅成績。體育、音樂、藝術等等嘅，我哋都經常有學生獲獎。舉辦咁多唔同嘅活動同埋比賽，目的都係能夠發揮學生嘅潛能。未來發展方向，我哋全校嘅課室已經安裝咗 Smart TV， 提供一個互動嘅學習環境。初中每一位同學，我哋借用一部 iPad 俾佢哋進行電子學習。另外，圖書館以人工智能去了解學生嘅閱讀習慣。另外，我哋學校成功研發一個個性化嘅學習檔案，讓學生知道自己究竟有啲乜嘢嘅強弱項，從而作出改善。呢個研發嘅檔案最近仲喺 AI 嘅論壇度發表添。學校已經25週年啦，我哋會持續優化校園嘅環境，歡迎大家前來參觀。最後，如果大家想了解我哋天水圍香道中學嘅話，歡迎大家去唔同嘅平台關注我哋。多謝大家。